前镇渔港是全台上大的远洋渔港，政府开卖5亿来打造前镇渔港尊玩会馆。即阵由渔会做起咧营运，不过煞面临着1楼、2楼已经营业啊，3楼、4楼的旅馆区煞未当营运的状况。渔会表示，这是因为要经营旅馆，要以公司的名义去申请登记，所以就要等通过内部规范成立公司了后，才会当申请。 全新的座椅放伫旅馆区大厅，不过塑胶膜还无拆落来。不管是3人房还是4人房，床组设备拢已经到位。这是前镇渔港尊园会馆，规栋4楼的建物，1、2楼店家区、专员洗身区、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拢已经营运，所只剩3楼、4楼的旅馆区也未当营运。我感觉是有发展啦，哈，我伫遐久的感觉就是有加进步小可安尼啊。 I didn't know. I don't join because I have a job in a ship. 海洋区渔会表示，主要是经营旅馆需要按照旅馆业管理规则，用公司名义来申请登记，由主管机关核准了后才会当营业。但是内部还佫有渔业法等相关的规范要审核，内部通过了后，设立公司名义才会当进行后一步，也别摕着相关证照进前，敢来当先空咧。 没有办法，因为目前的话，我没有拿到那个旅馆业的许可，是没有办法开放的，所以必须要有公司的登记，好，然后再去跟观光局去申请旅馆业的登记跟许可，才能营运。政府为着改善停伫渔港这资源所在的环境，开了将近5亿来打造全新的会馆，却面临着3届对外招标失利，最后由高雄区渔会来承租营运。 面对也无法度营运，渔业署回应等候的期间，真侪方式搁咧研议无明确的定论。不过希望会当较紧，互尊园去大愈好的目标无改变。记者王刘婷丹、hen坤报道。